罗木巴泰森巴那，弟子日头许多梦，罗木巴泰森巴那，弟子提拔下条路。爱迪斯里嘎切嘛，还你一直对嘛困难过，我啥白可挂比，家里和那嘛一直可入木里嘛背多女，大路过爸爸我啥的啥么别个嘛的，我的你，我啥白可挂比，家里和那嘛妈咪一天不呀，我啥子你只白嘛妈咪天不就是你，家里和你什么嘛咯？我的你，我啥子你只俺嘛俺阿里比是手握大了白伢，肉嘛头黑体吃里吃过，是些嘛哈里花嘛俺他婆伢，我啥子你俺咯？我的你，我啥哈里花嘛俺他婆伢，这嘛俺是你，韩国意思的都拉嘛俺咯，我的你。一地都拉嘛过，我子我嘛一生呀努力啊咯，嘎拉天头我提，吃女吃啥，体里头吃啥体，荔枝瓜比柿子瓜老年的，努力呀你嘛学咯，努力呀学咯，嘛米海嘛可卡。米多嘛花，老嘛比嘛一，之前比个几股嘛花，体里一数呀，无啥子你知俺咯，俺嘛的老嘛俺咯，这呀之前比个米嘛度假，数比个度假古数俺那个咯，数比个度假古数古体呀，无啥子你知。咯，对嘛呀？批里批头个，提啥子荔枝，这样有哈头个，黑提吃女吃瓜呀，为啥子你只不两瓜呀？三面你们都抓咯，我嘛里边提里，你别比个你们都阿米抓嘛俺咯，提啥年头我提。我只过阿六百年，你们都过嘛？让你不比，莫路过嘛？让你不里比，一那个咯。在家把这头话题吃啥吃里吃过呢？弄完呢，明年才过比，你们都俺咯，你们都难过，让你不呢？年吃嘛的嘛个吃嘛。为啥让你吃俺咯？在为啥让你吃呢？最来是嘛一点嘛让你吃俺咯？为啥你大嘛阿妈阿咪最嘛一点阿六百呢？为啥是你一两个点咯？在一那为啥你大嘛阿女最嘛一把米阿妈啦？你为啥呀？最主说的，你那米最的那你破了，俺呀你做了，我嘛不都为啥让你吃呢？听你韩国为啥的说俺咯？有哈头吃我提子瓜比我子瓜些的，再为啥让你吃呢？韩国技术艺术。在咱们的是俺呀，农咱们的是俺那个咯，我们不都不是怕艺术的，我两个嘛点呀，20米一嘛巴拉，然后这片的头个你提嘛提子瓜比啥子瓜老年的，我的你为啥让你去呢？嘛只嘛阿只比。过年比你嘛女的人嘛阿只那个是，初十让里比意思呢，韩国嘛阿只的4年咯，天嘛国比乌拉莫拉是3面咱们我，
阿吉白嘛呀，无啥白可啊喽，这呀思想头的白大嘛啊喽，我嘛背头你有呀，无啥的很大嘛，一阿比阿明阿嘛背头你，听你的听你，听你的听你，思想头的嘛不不嘛那，一点是有意嘞，你无啥白可瓜比。家里活干嘛？妈咪一天么呀？无啥让你吃，但是家里活干嘛咯？我嘛可怜过，一五天嘛让呀，思想嘛哈里活点嘛，无啥让你咯？你嘛天嘛呀？无啥让你吃点呀？一年过节嘛意思点嘛着咯，白嘛说干嘛咯？啥嘛天嘛过呀？无啥让你吃呀？努力做喽，你嘛呀，无啥让你去呀？一年过你们都做喽，我嘛天嘛过呀，无啥让你去呀？最嘛就也没一嘛巴拉，白嘛无啥白口瓜比，家里活干嘛？铁瓜吃的我，那时候阿姐嘛他说过，无啥事哩嘛，没子花花。